Hello， 大家好啦！咁我今日就想教大家點樣整呢個拉麵膠啦，而且唔使用甘油嘅。材料有黏土、膠水、沙水、剃鬚膏、水，仲有兜同埋攪拌棍。咁首先呢，就要加入黏土。咁之後咧就要加入膠水啦，但係注意膠水嘅份量唔可以太多啦，咁咪會好彈。咁攪拌完之後咧，就可以加入少少嘅清水。咁跟住就不停咁樣攪啦，直到攪到佢完全冇粒為止。咁就要不停咁樣攪啦，攪到佢冇粒為止先得嘅。咁之後就可以加入剃鬚膏嘅。最後咧就係可以加入硼砂水，直到佢起膠為止。咁你攪到咁上下咧，黐埋側邊兜嗰啲咁嘅粒水咧，就可以拎出嚟玩啦。咁今段片就係咁多啦，希望你哋中意睇呢段片啦，拜拜。